姊妹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4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雅歌书第8章第6节到第7节，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愿恁平安。有的时阵，人会批评讲基督教的信仰伤过于独断。因为伫教义顶悬，咱认为只有基督的信仰会当得救，嘛只有一位真神，无有别个拯救。基督教的独特性引起侪的批评，甚至有新人医教授讲爱传福音就是一种骄傲的态度甲行为，那咱就无需要传福音啊。其实就好像亲像雅歌书第8章第6节到第7节所讲的。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亲像着迄个男女的之间的真正爱情，只有单一的对象，有独特性的，毋是博爱的人人拢好的经文安尼讲，互我印象亲像因刻伫你的心内，亲像因放伫你的手骨，因为爱情亲像水遐尼有力。情热亲热情来亲像阴火安尼强烈，所发出的炎热亲像火焰，亲像极明烈的一个火焰，大水袂当拍花爱情，溪水袂当甲伊消灭。人来用伊所有的财产来买爱情，一定互人来藐视，因为安尼特有的情有独钟啦上帝就将救恩赏赐互咱。所有相信的人，主的平安也印证上帝迄个以马内利的应允。当耶稣基督受定死埋葬伫阴府了后，伊过活，并且侪人显现。昨咱有讲到保罗所讲的，主使徒显现，500人显现，亲像这个玛利亚因来显现，当时的人心内真正是欠缺平安啦所以耶稣显现的时阵，就用这个愿恁平安来这的人来请安啦这个对象的请安。因为呢，上帝的囝主耶稣基督，伊伫约翰福音14章所讲的，伊要来成做这个留落平安互人的人，将这个以马内利的应允呢来赏赐互人。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20节记载着搁活耶稣基督伊来所有的人请安的时阵所讲的迄句话，伊讲愿恁平安。这种的请安平安也正做基督徒彼此请安最重要的一个祝福。圣经讲着玛利亚徛伫坟墓外口底地口，伊拿口压落去看墓内，看到两个穿白衫的天使坐伫原来的耶稣遗体的所在，一个伫头这边，一个伫骹迄边。因问伊讲：“负责人，你哪伫哭？”伊因讲：“有人甲我的主刷走，我毋知因甲伊囥伫倒位。”讲说玛利亚活倒身，看到耶稣徛伫遐，毋过毋知伊是耶稣。耶稣问伊：“负责人，你哪伫哭？你伫找什么人？”玛利亚想做伊是讲远的，就应讲：“头家，你若有甲伊刷走，请甲我讲，你将伊囥伫倒位，我过去甲伊收转来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玛利亚，玛利亚活倒身，用希伯来话叫耶稣拉波尼，意思就是老师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毋通甲我去背，因为我还未上去爸遐，你着去甲我兄弟讲，我要上去我的爸，就是恁的爸，我的上帝，嘛是恁的上帝遐。
莫特勒的玛利亚就去甲门徒报告讲，我已经看见主啊！佮讲主有甲伊讲遮个话，佮遐个礼拜日按时门徒聚集的所在拢关闭，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。耶稣来徛伫因的中间，对因讲：愿恁平安。因讲了，将双手甲协下互因看，门徒看着主就欢喜。诗篇16篇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是尊贵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一定加添痛苦，我毋参与因的献祭，嘛毋敬拜因的生命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，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，我要称赞，甲是我的上主。你是我的心指点我不是感受上主的同在。伊伫我的正边，我袂摇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自在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，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。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；伫你的正边，我有永远的快乐。愿主的平安永远甲阮三个伫咧，无论阮拄着任何的境况，特别是伫苦难、哀伤、不安的时阵，愿阮所得的平安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